雙用焗爐，字就睇唔到啦。牌子 SUOLMG， 講個問題就係開機冇反應唔轉，風翼唔轉，講係裏邊有一條線熔斷咗，而家幫佢重新駁翻落去。因為呢啲機裏邊咧，一般都係有一個防燒斷功能嘅零件嘅。而家開機試一試先，小心啊！我開電啊！維修焗爐，維修商用焗爐。